水喉漏水係咪咁容易整？你問我，我等我話你聽啦。本來簡簡單單換咗水龍頭，最後呢要拆晒成個星盤先搞掂。原因點解？想知點解？同大家分享下今日呢個小工程變大工程嘅整個故事原因發展。小工程變大工程，哇！好似揾到好師傅。我都拍翻條片同大家分享下先得。唉，本來諗住換個水龍頭，點知呢？原來我哋啲舊式嘅設計10幾年呢，原來幾大鑊。嗱，新嘅水龍頭準備安上去，不過呢個星盤呢，原來喺後邊，要拆晒成個先搞掂，死未？嗱呢一個呢，就啱啱師傅話齋，小工程變大工程啦。Can share 嗱，喺加拿大呢個 channel 我咧 Patrick 咧就同大家用呢個加拿大可以分享嘅小常識。今日呢個加拿大冬天版又講咩咧？漏水嗱，之前你見到啲片段啦，點解咁大鑊漏水啫？嗱，好多時好多朋友都睇開 YouTube 啊，都自己揾資料啦，換個水喉有幾難。咁其實我以為我自己都得，不過好在咧，我身邊有好朋友今日嚟幫我搞掂咗呢一個本來小工程變大工程嘅事。點解呢？因為大家如果想開網揾資料呢，換水喉其實就係 plug and play，拎出嚟搞幾粒螺絲搞掂晒啦。不過由於我個水龍頭同埋我星盤呢都裝咗15、16年啦，啲機器啊啲咁嘅所謂以前嗰啲裝配呢係舊式，一時又諗唔起原來我個水龍頭同埋我個星盤呢嗰套 kit 呢係一啲唔係一般嘅咩 American Standard 啊 Delta 嗰啲北美洲牌子。我記得嗰套呢，我喺日本啊，唔知邊度揾到個靚嘅，買咗翻嚟之後呢，安上去，哇！原來呢，當時揾裝修師傅安呢，係成嚿呢係裝咗個星盤先至擺上牆。咁變咗呢，我今日叫個同事唔係叫個好朋友啊，唔係同事，叫好朋友嚟幫我呢，因為佢係專家，佢幫到我解決咗。如果唔係我自己整呢，用翻我一般嘅智慧同埋經驗呢，諗住跟住啲 YouTube 講嘅問題換呢，一定搞唔掂。點解呢？一般嘅 YouTuber 都話，呢一個膽蝕咗啊，個水龍頭啲膠邊要換啊，好簡單啫，拆出嚟。點知我嗰個呢，一來唔係膠邊老化咁簡單，原來成個心啊，個心鬆咗，啲水唔喺水龍頭嘅水龍頭口流出嚟，喺個水龍頭嘅左度咧攝出嚟，因為咧佢水係慢慢逼出嚟，變咗呢一個咧係一定要成嚿換啊！咁同一般嗰啲 YouTube 介紹嗰啲嘅膠邊老化換個膠邊啊，換條膠帶啲咧唔得。加上個 size 話唔係喎，去咩啲家居用品公司揾一個新嘅膽咪得咯。咁啱啱講咩？我話個心壞咗，變咗咧係要成個換㗎啦。咁冇辦法，原因因為市場實在太多啦。而家喺加拿大唔係淨係得加拿大嘅北美洲貨品㗎嘛，日本又中國又台灣好多好多，所以咧啲 size 又 odd 啦，變咗咧有陣時咧啲零件唔係咁易揾到。咁我今次咧就成個換，你見到啦，好多靚嘅款啊！而家市場上好多選擇，所以咧我就揾咗個靚嘅中意嘅翻嚟換。不過咧就要換成個咧自己係搞唔掂啦。好在有個良心師傅呢位先生咧就幫我搞掂咗啦。嗱，呢位專科嘅家居達人咧幫我搞掂咗之後咧，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下點解咧值得同大家分享，因為咧呢一啲嘅達人咧家居達人咧係值得留1-2個電話擺喺個袋度，有乜嘢奇難雜症咧我哋幫下手。咁我今日咧呢條片咧係要多謝佢嘅。嗱，睇下發生咩事好冇？就係啲舊式嘅駁口位啊，就係呢嚿螺絲啊，玩死你啊！因為咧舊式嗰啲咧唔同新嗰啲咧一拍上去就得啦，呢啲咧又有馬蹄位啊，逼住個水龍頭，停呢條螺絲長到哇真係除都有排除啊！好在咧師傅有經驗，如果唔係真係玩死啦！嗱，呢啲咁嘅舊式咧係要用呢個馬蹄位頂住。同埋咧啲水喉咧 size 唔同咧，要加個 extension，要駁過晒。原本諗住換個心就算啦，不過咧
個心冇零件換，加上咧呢啲嘅特別版又冇乜嘅零件配到啦，所以成個水龍頭換啦。不過換水龍頭咧，由於嗰個水龍頭個面盤個位咧太的色，唔同一般北美洲啲大大件啊、大把空位，個師傅伸唔到隻手上去，我亦都伸唔到啊。最後你發覺咧，之前係成個 faucet 安咗個星盤之後咧，先安上牆，要拆過晒啲嘢啊！最後都係搞掂晒啦，成個星盤同埋個星咧入面嗰個面盤同埋個水龍頭換好晒啦，咁啊所有解決晒，咁啊多謝家居大人啦，多謝佢嚟幫手。如果唔係咧，今鑊嘢咧就一鑊粥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唔夠 equipment，一定我哋又唔係啲咁嘅家居大人，有時實所有零件可能拆拆下，如果跟住 YouTube 咁講咧，簡單啲就得。如果你話而家啲嘅新嘅水龍頭 faucet 咧都容易換，可以舊式嘅用咗10幾年啲咧，真係搞唔掂。加上咧有啲工具自己冇咧，叫起手唔到拆到一半又停又走去買 parts 咩？好在呢啲所謂嘅專家工具夠經驗夠就整㗎嘛，所以咪幫到手咯。嗱，今次呢條片咧，希望大家收埋去，有問題留言 ，OK， 保持聯絡。咁啊，新年嚟緊啦，希望咧大家咧就事事順利，新年咧進步，拜拜。